这吼足久无现红仔飘。上来。好，来。阿公，是我啦。哎呦，早起来，坐。哦，你阿嬷毋是伫厝诶，你哪来？对啊，阿姨讲伊袂记你去买迄烤红啊，还佫出去啊。胭脂哦。哦，讲到恁阿嬷真诶老风湿了，迄食老无啉老。你啊看，我看去迄胭脂安尼抹甲遐红，真正敢若妖精咧。哦。阿公。啊。你这是啥物物件？我拢毋捌看过。哎呦，这你毋捌看过哦？嗯。哦，真正恁这台北怂，影是啊怂到人也袂爬上，但连这你也毋捌，这叫做红仔飘。红仔飘。嘿，这较早吼，阿公哦，你真较少年时阵，真正足好线红仔飘呢。真的哦。这安怎线你知？后人一张线啦，吼，安尼一张安尼线，线看会过袂？若过吼变过，安尼就这张就赢。但是还佫有一种较好耍，就是通几通吼，这爱通几通，吼，通在这线，通在这线，看线几张落来，倒落来，迄就是若愈侪张愈好。好。你要算？好啊。咱来算看，安尼啦，安尼若赢的人吼，看我线几张落来，若赢的人吼，定赢金，好。好。定赢。好，我若赢几张，我就定你几个。好，你来赢阿公才互你定赢金。我信。好。这吼爱上好准哦，这个吼爱去弄落这个，这个倒，安尼看你倒几张就赢。吼，倒愈侪张的人愈赢。吼，准哦。阿公，我要抱去啊呢。无要紧。好，咱莫多咧算，咱甲红仔飘吼，摕来共阮来算，好无？好。行。咱共阮算，我等下再算，阿明，我先来走。好，我先来。好，再见。阿明，我已经下班，你搁袂走？好，我都好，我一寡工课尾做啦。哦，好。好，你先行。我先走。好。人拢走了。是啊，下班咱当然大家嘛走。你哪袂转去？家己哦，我知啦，你吼。心肝可能足侪疑问要问我吼，你是毋是要问我讲，是安怎？我甲我某同间公司，已经升起来做经理啊，我咧做伊的部下，是安怎呢？阮两个无同齐上班，无同齐下班，是安怎？你住咧我的隔壁，拢毋捌看我转去厝里，是毋是要问这？嘿啊，我想要问的你家己拢讲啊，到底是安怎嘞？这哦，都迄落吼。我毋知影吼，你这个人吼，袂冤巧啦，真固执啦，做代志敢若会晓安尼戆我做。你想看觅，即款人敢会省？对啦，我重点煞无讲着，伊另外吼，佫有一个家啦，就遐较温暖啊，伫遐做皇帝啊，吼安尼啦，所以讲我即个家嘛，免定转来啊。我晓，经理，我工课拢做好啊，吼，加油，无恁开讲吼。我先走吼。辛苦。经理，真正伊外口有查某？哦，你真正教袂下，你安尼是要安怎想？你莫爱出力，来，阿公啊教你吼。好。这个安尼对无？嘿。同好。你这个吼，爱手提咧，安尼吼。你是咧做啥啦？你这个老底哥的老不休啊！你搞讲出来莫掉，你想我什么意思啊？你把酒去偷雷哦！哈！你把老贼是鸡汤高暗的，我某恁查某孙都某条条，你讲你什么话啊？你
恁查某孙仔袂晓线人仔飘，我胃镜仔头甲换掉，我甲教伊安怎线人仔飘，什么我甲冒条条。你老莫搁点仔咧讲啊！我亲目睭看你，害得甲冒条条，搁无什么线人仔飘，线人仔飘，哎呀，飘有啥物好耍的啦？搞咩啊？莫耍迄啦！你安怎飘迄种装卡人，迄装卡爽的咧耍的，咱要耍的，咱若要耍吼，看你要耍啥，看要遥控汽车，还是要电脑？阿妈带你来百货公司，我们去买。我不爱啦，我要耍这啊，嘿，这种真好耍。哈，拜托，已经甲你讲过啊吼，这红仔飘来什么干乐，迄拢互装卡爽的咧耍。真好耍啊！咱这个都市爽的。哈哈！我多市爽。无你即摆讲迄什么红仔飘安怎？你迄装卡爽。装卡爽你耍？对。迄盖乡土。嘿，我甲你讲哦，这红仔飘毋是咧臭介，若较早我伫咧装卡。真正小top 呢，若拍干乐真正是我啦，大家叫我啥你敢知？我叫你啥？干乐王啊！哦，干乐王，哦，好听好听。哎，你当作我啥？我多市爽，我嘛是吼按装卡搬起来。我甲你讲，我伫装卡的时阵哦，你敢知影人拢叫我啥？叫你，我知啊，小查某啊。人拢叫我红仔飘皇后。你即款的，哎呦，笑死人啊！连红仔飘安怎算你都毋知影红仔飘皇后，我看你是咧跳舞的皇后，像啊你这查某，老无人老，家己红了头毛染甲红，你规气去做阿毒啊！哎呦，穿甲迄啥死人骨头衫，红怕怕花里白了了，看迄款什么裤，五花十色，真正敢若老妖精啦！我安怎还阁有咧啦？老无人老啦，一天敢就出去甲人带舞，什么跳迄什么舞，交际舞，你舞我舞，甲少年带舞来舞去。我甲你讲，有一天你会舞了大巴肚啦！除了你即款的吼，拢甲迄款的少年家爱烟斗的迄款的型的，爱老实实，一只敢若熊敢若虎迄款的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即款的就是爱吸烟斗啦，你即款的就是要好歌有气的，要补目睭啦。哎啥啦？你好了，好报。啥你讲？好，你甲我骂甲真歹听。我你讲哦，咱两个哦，冤仇带动啊，你甲我一记的。爸。哎呦，哎，玻璃破干呢。妈。加油，你转来，真爽啊！报一个好吃碗。爸，你是因啥物代志遐欢喜着？无啦。你来台北遐尼久，我无看你遐欢喜过。爽，你都记得，无啥代志啦。爸，咱倒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哪会玻璃破干呢咧？红仔飘规涂骹乱七八糟。无啦，我头拄仔洗红仔飘，毋拄好线落去飞才破去。歹势，我袂记咧扫，我来扫。没，我来扫就好，我来扫就好。安尼啊，好啦，无你互你扫，我来倒一下摊换呀。真爽。嘉佑，哈。厝内底是爱战争去哦，无咱会不到安尼啦。无啦，是爸无注意弄破啊！我拄好要去摕扫帚来扫啦。哦，你来看啊，这个毋是我咧讲，哦，爸后拢无爱替咱小想一下，因为我也在上班啦。啊，伊经营伫厝的吼，无甲咱斗整理厝内底就无要紧，嘛莫甲厝的搁用甲安尼如苍苍安尼啊。实在哦。啊，你嘛了解讲老人囡仔性爱无聊，伫咧厝你要叫伊创啥咧？啊，你像暗时啊，你时啊困，暗时啊困袂去，咱是讲忝要较早困的尔。伊就搁当变东变西大细声啦，咱是要哪困？啊，搁有啦，你是讲早顿，咱嘛有甲讲过啊。哦，我就想要加困一下，我毋知讲早顿免去煮，我外口凊彩食一下就好。啊，毋是啦，七早八早若煮好，就当安尼哭哭休、哭哭吵、哭哭叫啦。哈，家叫啊，你拢无感觉？自从爸吼搬来咱遮大了后吼，你无感觉咱规个生活安尼真正乱呢？我知啦，无我才甲阿爸讲叫以后莫安尼透早就甲咱叫起来啦。有影，我看吼，你规日喺外口头路也莫去找啦，你规日踮厝诶陪爸就好啊。无喏，我食头路嘛是讲看你安尼趁钱遐尼辛苦着，看我会当加减罔趁寡，罔插一寡生活费呗。搁再讲，咱以后若要生囝，我嘛先囤一寡钱起来，安尼才袂烦恼啊，对无？
高瑶，我知影啦，你对我若足好个，即吼，都爱怪我讲吼，无迄个财情，等我去加趁一寡钱啦。啊，才都爱互你出去外口安尼上班趁钱，到我咧食苦啦。你莫安尼讲啊，我嘛拢无愿意啊。阿妈你，老爸咧？阮爸咧休困咧。休困，哦，伊阁真困会去安尼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你甲恁老爸讲吼，叫伊毋通哦，敢若小狗安尼哭哭撞，安尼乱撞哦。假先假达啦，啥物哦，要教阮查某孙啊，啥物算啥物红仔飘啦，啥物甘露啦，吼，啊你教阮查某孙安尼烂条条，安冒条条，你小猪哥咧，小猪哥咧，你叫伊着较惨责的啦吼。嘿，过来啊，哦，迄家己的代志，阮袂当管对我遮来呢，讲我啥我老妖精啦，吼，啊我穿红是安怎，我欢喜咧，对不对？啊又搁讲我啥物头早米红的，迄空气在人顶的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搁讲啊偌歹听咧，讲啥物哦，我甲人去跳舞，安尼舞来舞去吼，会舞到大巴肚，哦，迄破坏我的名誉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第一甲你警告吼，你吼甲恁老爸管教较好势，叫伊迄支喙吼毋通遐尔笑，你若听起来，有听无？啊若无，我绝对无要放伊煞。哎，高小，你有听的吼？不，啊，是有够古锥的啦，我是毋是？他对我是什么人来啊？对王河亮是什么人？无，对面迄个老妖精。啊好啊，我若要找你算账。爸，毋是啦，无啦，无代志，你去困。无你又无。无啦，人无来啦，你好休困，你听毋着去啊啦。这摆啊，是有够古锥的。